全協會佇這個月14日來舉行，針對着台灣議題，外交部長林佳龍今日就表示，美國官員無論佇咧公開場合，或者是私底下和台灣溝通，攏是強調講對台政策袂改變，會和美方保持溝通，對台美關係穩定發展有信心。不過，這中國呢，才有可能想要來談論到這台灣議題，咱的政府也會密切關注，做好應對。受全世界注意的全協會就要舉行，美中公布證實，美國總統川普會佇5月13到15訪問中國。白宮說明，川普13暗去北京，則是舉行全協會，川普也會參訪天壇，出席國宴。15日離開中國進前，會甲習近平臨茶甲工作午餐。這擺川普訪問中國，美國已經邀請回答蘋果、波音等頭家企業隨行訪問。到佇全協會進前，美國財政部長貝辛德也公布展開亞洲行，10日起連續訪問日本、韓國。佇這個同時，中國副總理何立峰也率團去韓國，兩個人13會佇韓國經貿協商。這也代表美國希望佇全協會進前將對議題協調甲立場做最後確認。另外，全協會有了會觸到台灣議題，咱國外交部長林佳龍強調，會甲美國保持溝通，密切關注。也跟美國都保持持續的溝通，美國政府公開的發言，或者是非公開的溝通，我們都對台美關係的一個穩定發展有信心。林佳龍認為，美國主觀上無想要討論台灣，也毋過中國可能強調台灣議題。對比美國議程明確，包括經貿分攤甲中東戰爭，也毋過中國有完無平壤，中國提什麼讓什麼。但判到定才會知影，強調台灣愛關心，也毋過毋免受煩惱。有沒有來自於美方主動提供的訊息？不管主動被動，我們都有互動嘛，哈。但是就是說，我要講的是說，因為美方最後是由川普總統在主談吶，我們都要非常密切的關注中國到底議程是什麼。哦，說實在，我們還不是看得很清楚，因為他會從美國要什麼，好，那我們怎麼去預防或因應？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表示，全協會會討論台灣，也不過不是這大重點，也表示美國政策無變。美國之音報道，美國觀察人士提到，中國可能敦促美國佇對台政策用詞做寡改變，為無支持台獨變做反對台獨。也毋過學者吳茂春認為，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，美國底線是絕對袂當用武力攻佔台灣。評估這擺的全協會未佇台灣問題有重大突破。記者綜合報道。